三水園農業職工會奮鬥賺錢，自己今日丁寶瑞紀念中學同學各位找個位，這是你的開學禮。相信呢一套青春校園劇大家都有睇過，但大家又知唔知當中嘅學生主演趙仲如同周永恒就因此結緣，並且成功步入婚姻嘅殿堂。不過佢哋嘅緣只可以話係業緣。婚後，周永恒就涉嫌對趙仲如家暴被告上法庭，最終罪名成立。後嚟又因為第三者嘅介入導致婚姻破裂，離婚收場。集家暴、出軌嘅罪名於一身嘅周永恒，瞬間變成港人茶餘飯後討論嘅話題。離婚之後，佢到底有冇好好反省，改過自新，定係一如既往，死性不改？大家好，我係 M， 本集嚟講講周永恒嘅故事。出生於1984年4月29號，周永恒嘅成長環境同演藝圈有密切嘅關係。佢嘅祖父周吉係一名資深電影演員，參與電影共332部，對香港電影行業有重大嘅貢獻。周吉有6名子女，其中一兒子周啟生為著名音樂人，活躍於80年代。近年嘅周啟生十分敢言，熱衷於喺網上平台發表言論，例如狠批林家謙係廢青，質疑可疑嘅歌唱實力等。我哋年紀一把冇肚腩噶，萬人迷啊大佬，20幾歲，唔該你有肚腩嘅萬咩人迷啊你？陳百強冇肚腩，張國榮冇肚腩，周啟生冇肚腩。15歲嘅周永恒就已經跟隨周啟生學習音樂，喜愛彈吉他。2001年嘅時候，經周啟生介紹入行，簽約 Sony Music 成為歌手。同年10月出道不久嘅周永恒就推出咗首張音樂專輯《周永恒 Roy》。除咗專注音樂，周永恒同時亦參與過唔少影視作品，例如喺 Twins 主演嘅《這個夏天有異性》，周永恒亦有唔少亮眼嘅表現。後來喺2004年播出嘅《青出於藍》，飾演反叛少年歐陽珊更有重要戲份。劇集以中學校園作為故事背景，當時更同同劇女演員趙仲如傳出緋聞，但雙方就否認拍拖一事，直至2004年3月發生嘅一宗襲擊案，呢一段地下情先至曝光。當時周永恒同趙仲如喺青衣嘅便利店購物之後，趙仲如疑似遭5名青年出言挑釁，周永恒就英雄式般挺身而出，但寡不敵眾，最後要跑到一棟寓所向保安求助先至脫險。事後5名青年當場被捕，是次風波就意外曝光咗兩人嘅戀情。本來開始小有名氣嘅周永恒獲得無線電視出演警隊電視劇《鶴景雄心》嘅機會，無奈機會擺喺眼前，卻自毀前程。2004年4月28號，當時19歲嘅周永恒凌晨返回觀塘公樂道寓所嘅時候，被喺樓下埋伏已久嘅毒品調查科探員截查，喺其身搜獲出20粒懷疑毒品嘅五仔。警方指出，4月29號為周永恒生日，唔排除購備毒品係為咗慶祝生日。最終，周永恒被判藏毒罪，判處接受18個月嘅感化令。當時，周永恒已經確定出演《鶴景雄心》。最後，此劇監製黃偉星強調演員形象需要正面健康，所以被捕事件後，令周永恒嘅角色需要臨陣易角。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11月，周永恒又因為醉酒鬧事，被拍到喺街頭破壞公物。年底嘅時候，因為排隊問題喺醫院同人毆打，又遭警方拘捕。負面新聞接踵而嚟，佢嘅名聲大受影響，最終決定退出幕前。盡管周永恒事業低谷，當時嘅女友趙仲如仍然不離不棄。2010年1月28號，佢哋結束6年嘅愛情長跑，正式步入婚姻嘅殿堂。婚後，佢哋育有2女，時常都會喺網上分享一家嘅幸福生活。周永恒坦言，入行初時被包裝成青春偶像，表面風光，但內心空虛。又結識咗唔少豬朋狗友，染上酒癮同毒癮，一度迷失自我。其後佢開始信奉耶穌，心態變得積極正面，費心游水減重同學習急救，更考獲救生員資格，亦推出咗新專輯。大家都以為周永恒已經煥然一新嘅時候，一個消息再次令周永恒聲名狼藉。2014年8月29號，太太趙仲如向警方報案，指周永恒於同月24號因感情問題發生爭執，期間被推倒在地，導致臉部受傷，更入院縫6針。
如果係你真正打嘅，其實有冇一個係你真正有打過佢咧？唔係啊，我覺得唔係打嚟嘅嗰啲，即係肢體衝撞。推撞有，即係你話阿 U 嗰次有咯，其他嗰啲都唔算係。你試下俾我打鑊你知。消息傳出時，大眾紛紛譁然，當時更加有唔少媒體大肆報導呢一個新聞。更傳出周永恒背住結婚4年嘅老婆，搭上模特兒公司助手兼拍檔嘅 Ruby。東窗事發之後，一直被蒙在鼓裏嘅趙仲瑜連番追問，但周永恒就惱羞成怒，繼而喐手。事件曝光之後，周永恒接受梁思浩主持嘅娛樂審死官訪問，承認婚外情維持咗1年半，並自認賤格、鹹濕、貪玩。你點解會同人即係會識得呢個叫 Ruby 呢？係你小三點樣識㗎？我哋係一齊做嘢嘅。一係做嘢嘅，邊個嬲邊個先啊？我咯。你嬲人哋先。你冇覺得對唔住你太太？我又覺得我賤格咯，我鹹濕咯。我貪玩。面對記者嘅時候，又當眾讀出道歉信，亦真誠向趙仲瑜認錯，承諾今後會為個女做好榜樣。唔會原諒我周永恒呢個人渣。不過趙仲瑜去意已決，單方面申請同周永恒離婚。但係喺同周永恒分開期間，周永恒就上門騷擾趙仲瑜嘅母親，甚至向佢吐口水，又向趙仲瑜傳恐嚇短信。後來周永恒被裁定普通襲擊罪成，被判囚2個月，守行為18個月。連裁判官都訓斥周永恒情緒智商低及有暴力傾向。直到2017年，法庭終於頒布離婚令，結束咗呢一段孽緣。離婚之後，周永恒曾經承諾每個月支付2名年幼女兒嘅生活費，但只係支付2-3個月就停止。趙仲瑜就一人身兼父職，獨力面對經濟負擔。都係我一咁照顧小朋友咯，即係自己賺錢自己養佢哋咯。我成日會覺得屋企人家人咧係一條 team 嚟嘅，大家應該要共同進退。其實喺我生命裏邊從來都冇後悔2個字。多謝呢啲機會咯，多謝呢啲機會去令我成長。Ruby 事件過後，周永恒又搭上組合 OMG 成員嘅黃千榮。2016年初，佢哋高調晒愛，打得火熱。咁我拍咗拖幾耐？半年啦。幾多啊？半年。覺得佢個為人點啊？幾好啊，唔係好似出面咁樣講到咁衰咯。可惜呢段戀情僅8個月就分手告終。分手之後，黃千榮又大鬧周永恒，又指出周永恒喺拍拖期間曾經對佢2次動手。消息一出，網友都紛紛吃瓜。原本周永恒嘅形象已經跌到谷底，而家又被貼上死性不改嘅家暴男等標籤。但其實另有內情，周永恒曾經公開表示2次喐手皆有原因。第一次係因為黃千榮濫用藥物，周永恒希望刮醒佢；第2次係有人出高價揾黃千榮約會，周永恒唔想佢一錯再錯，先至用武力制止。而周永恒更公開反擊黃千榮，指分手後佢仍然死纏爛打，更多次想約自己進行親密行為。事件雖然告一段落，周永恒嘅動手行為難分對錯，但先前早已建立嘅負面形象早已經令網友覺得事實如何亦唔係重點。2018年6月，周永恒同內地女友陳薇結婚。同年9月，陳為周永恒誕下1子。有媒體指陳薇家境富裕，周永恒甚少工作，亦生活無憂，因此佢成為全職爸爸嚟照顧2子。佢開始以好爸爸嘅形象示人，不時喺社交平台分享照顧仔仔嘅日常。原本以為喺感情路上飽受跌宕起伏嘅周永恒會有所長進，點知2023年4月16號，周永恒與妻子陳薇因小事發生爭執。周永恒曾出言要斬死2子、妻子同佢嘅屋企人。隨後喺元朗警署協助調查時，喺警員多次警告下，仍然拒絕打指模。期間更加向警員吐口水，表現非常唔合作。目前被暫控1項刑事恐嚇罪、1項抗拒警務人員罪同1項襲擊警務人員罪。辯方提出將案件押後至6月21日審訊。周永恒獲准2單案件各交出5萬共10萬港元作現金保釋。但事件就峰回路轉，有人因葵喺社交平台公開多張周永恒受傷嘅相，反指佢含冤入獄，係家暴嘅受害者，佢嘅太太先至係真正有暴力傾向嘅人。陳薇就冇正面回應，聲稱唔想浪費社會資源，全權交由司法程序去處理。但最終陳薇就撤銷控罪，更表示同老公和好如初。9月21日，
周永恒嘅2項控罪罪成，被判即時監禁2個星期，並罰款2000蚊。2025年3月24號，周永恒涉嫌喺天水圍行人路上非法踩風火輪被捕。網上片段可見周永恒激烈反抗，更大叫救命，似乎並不知錯。唔好搞啊！救命啊！救命啊！整親你啊！整親你啊！我冇撞到人啊！自2022年起，多名網民表示喺天水圍區一帶見到周永恒非法駕駛電動車進行送外賣工作，主要為 Food Panda 戶戶送嘅訂單。因為有網民指其無駕駛執照，故不能駕駛機車送外賣。我係送緊外賣，我愛我嘅屋企人，需要嗰個錢去生活嘅呢個力量，好好喎，我覺得。千禧偶像嘅周永恒風頭曾經一時無兩，但出道20年就毫無建樹，連一個似樣嘅作品都冇。事業無成，卻屢次違法被捕，婚後冇讓佢成熟穩重，反而釀成家暴同出軌，形象一再受損。即使有大好機會放喺眼前，亦把握唔住。再婚之後，以為有所改變，但係死性不改，自毀前程。前有阻差辦公、襲警，後有非法駕駛電動可移動工具，到底係貪玩成性，定係挑戰法律？雖然周永恒俾人千夫所指，亦希望終有一日可以反省過錯，做一位好爸爸、好丈夫，成為子女眼中嘅榜樣。